主厨侯时刻，今本宴一定要好的下酒菜料理。阿龙哥，哎，请开始教我。第一啊，准备是杏仁饺，马上就杏仁饺炒小鱼干啊，杏仁饺谁的呀？阿蒙达 fish 啊。哎，哦，这都不买给你包的有没有？哎，你当我学人去看看。来杯啤酒吧。哎，要学。要学哈。好来，其实来当简单，你要用灶的，五步诶，嘿，五步啊，你要抬米啊，来去洗洗啊，来浸，你要来送的哦，吼，来浸浸啊，浸到软软掉。也上去晒干的啊。系啊，活跳跳的。哦，哎呀，唔打今次大家不用来碰，唔讲爆炸。冇有，好，哎你啊，来去水来比特机，然后调下去波字头条就下，台北市东区发生一起爆炸案。没，我会教你最简单。好，来你，就不用走一关了，你知道。好，哎你啊下，打过来，哎擦手指，有把人家天数的嘛？又等下啦，好，等下，我咪教你啊，其实你要出来，对，你系串烫来做小菜。还要棒，厨房纸巾。哦，哎，就讲嘛，牛会爱勇敢。我也是靠脸吃饭，不是？哎，怎么又来？摸烟虫啊！你啊粉丝团没动音呢？冇。好，该讲话。我一定要找出末端是谁在控制你。准备找啊！嘿，哎，你要摸刀粉哈，摸锅粉了啦。哦，这接落去。因为啊，锅粉呢哦，是会比较大只啊，没下酱，没下比较脆。不会天天编刘业宇。哎，有可能哦。你讲该日式炸虾，该学个养一条点呢。你种嘛个切嘛个多，一来一虫。系啊。好，哎，你下，那等一下麻烦你哦。你下葱花，这个我们把它对切。哦好。对切。好，我哋啊，我哋全部归机的哈。哎，你啊鋪嘅温度啊，你要說下高温，差唔多170到180啦。哦，高温油呢？對，古時候說哎呀，很危險。特別像。沒有這麼誇張啊。好，你緊緊摸盤發啦。你是。先不用一米的渣。沒啦，啊，這麼不專業。所以你自己按唔專業，一位，一米了。好，你下差唔多係160，160。好，160度哦。好，你下。點解？其實未做得咧，好咧。不過你按度米，看到依家沒有降溫。我哋下開大火啊。我咬完按匙啊！哇！咩？梗係我要每병再。我少少呀。奇怪用愛笑。咩講？因為窮嘅人嘛，唔係冇流血啦。等下。你看看，哦，唔好飲啦嗬。唔，我哋下火啊，來灌水火哦。灌水火咋？因為你要用大火，基本有咩？叫佢復體啦。好，我哋下來破啊，把它炸成酥脆。好，沖涼。好。我冇聽叫啊。哎，吃看看。干手吃看看，刚苗豆就杯杯棍的，很好吃看看。好，一下。我要撩起來，有沒有？莫講你愛做杏仁小魚啊，哎你啊那個炒乜嘢呢？炒蒜頭辣椒啊，是當好食。哎，有。好。來，小虎，你有來，有沒有？哦，酥炸五鋪哎，酥脆哈。哎，後置的，喝酒不開車，開車不喝酒。好，哎，你下你做乜嘅？做哎嘅醬。哎，唔用炒啊？好，哎，你下不用湯。
要用蜜糖的。哦，听个小冇香的吼。哎，你啦，二沙也拍汤重新做得啦哦。哎，来料料来炒一下，料料不给上色。哎，你还有准备，哎，碰汤。碰汤。哎，芒芽没做得啦。芒啊，哎，芒芽没做得。芒啊，你不用容易唔会出货啦。芒哦，芒哦，等一下，你啊，杏仁角，你做得卖现成的，也係卖生的呀。那料料来炒一下，也係那個鋪果，也係那個用烤果哦，較香，係較香，哦，哎你下，也係炒果的哦，我說哎你都好現成的啦。哎，好，你下。料料佢會溶咯，因為你木馬佢係噴，哦，有，佢水出來。其實拔絲未共用啊，用嘅風水。有，哇哦！可是你木馬係噴咯，佢等下哦，飲水水變色嘅。本來變黃黃。冇啊，飲水變黃，咩面黃黃哦。哎，有變色的哈。哦，呢個芒啊，碰糖。啊，碰糖啊，碰糖。那上個人做擺節目唔是講嘅哈，唔緊張啊，唔是緊張。因為打爽誒，那我叫啊。條真呀來呀！真年芒果本裡面喎，哇！中落，誒，中落哈，好飆落去。哦，碰糖我咪是很香哦，香哦。喝看看。我喝埋邊冰糖葫蘆係冇，釀蛋。好，兄弟啊，你冇倒粉呢哦，基本性啊。它就變成稠糖漿。對。好，哎，你一下水梅，買，旁媽啲啦。哎，你牙師傅再來灌起佢咧。哦，睇白可能做甜嘅呢吼。馬哥仔，請選擇。好，下後面。你們不用讓你當我去公園底部健康步道。按摩那個，太料細料呢？你下一次可以走在比利海。沒有啊？我第一個感覺去健康步道啊，哎，較健康嘛啊。哎，沒錯啦，你講沒錯啦。你做在講話攏講擺到岩漿哎。哦，我按4塊的講法就出來了。哦，對。哎，個旁媽本來，哎，旁媽，通啊，好。中法，從我來哈。哪裡？還是不倒，比較漂亮不倒。我們的下酒菜，杏仁小魚，開酒嘍！杏仁角炒小魚乾，煎成五鋪的泡尿以後，你就準備裝成五鋪的炸鍋，蔥的切幼幼的，煎成糖炒到溶脫，再加頭的碰糖，再加小魚乾、鹹鹽，向下炒一下，起鍋前飲到的賣，按你清棒酒的杏仁角炒小魚乾就完成嘞。